大家好，我係蔡醫生，做咗廿幾年嘅矯正，好多人問個問題咧，金屬托槽箍牙好定係話嗰個隱形箍牙更啱自己？今日咧，我用數幾千個病例同大家講下，解釋下。金屬托槽箍牙咧，首先佢係傳統個金屬箍牙，我哋都用咗成20幾年。優點咧就係實惠。最平個方案適用嘅範圍咧好廣嘅，就係話你幾乎所有個箍牙都牙齒唔齊，需要牙齒有啲突出嚟啊，或者地包天啊，佢都可以處理。扭力強係醫生咧自己去操作嘅，適用個牙齒嘅移位嘅幅度會比較複雜嘅案例，都係用呢啲金屬個箍牙嚟箍嘅。我處理過好多複雜嘅案例，好多都係用呢個金屬嘅箍牙嚟箍嚟完成嘅。缺點就係美觀度咧唔夠，明顯會見到嗰啲箍牙有金屬喺牙面上邊咧。仲有一個清潔比較難，要用個專業嗰啲牙檢刷或者係沖牙器嚟咁樣食完嘢啊，或者係乜嘢都需要話你要好認真個去清潔嘅。初期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會損傷到牙個黏膜，個牙黏膜會吉到咧，可能會生飛滋啊咁樣問題。仲有一個磁托槽，佢咧就係比較美觀啦，可以考慮用磁托槽嚟箍牙。佢咧就係頂替咗個金屬嘅唔靚，可以更加美觀咯。佢牙嘅顏色咧係比較接觸你自己嘅牙顏色，唔會咁明顯。效果同嗰個金屬箍牙咧最終效果係一樣嘅。價錢咧會比金屬箍牙會稍為高少少。隱形牙套嚟箍牙咧，佢第一個係美觀。幾乎咧你係睇唔到佢喺箍緊牙嘅，舒適比嗰個金屬箍牙咧會冇咩，唔會存在有磨損嗰啲黏膜嘅問題。一個咧就方便清潔啦，因為咧你食嘢時咧就將嗰啲隱形嘅牙套咧摘落嚟嘅，食完嘢之後咧沖洗啊比較方便，然之後咧再帶翻上去，復產呢個次數咧會少得好多，因為咧我哋係10套啊8套咁俾到你嘅，然之後咧2個星期戴一套，2個星期戴一套，幾乎咧就我俾個8套，你都要差唔多要4個月先戴完噶啦，佢就復產次數會減少咯。仲有一個就係你自己要戴嗰時咧，一定係要咬嗰啲咬膠啊，咬貼合先得嘅。如果要咬膠戴貼合先會比較穩陣。係咁情況，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缺點就係價錢比較貴啦，扭力方面咧會比較有限，所以咧一個案例時間會長好多。如果係扭轉個20度嗰個角度咧，你要扭翻轉嚟咧都要好長時間去扭翻嚟，因為咧佢係靠緊膜個硬度嚟將你牙齒一啲扭翻過嚟咧，佢係要3D 打印個牙套套住嗰個牙齒。然之後咧，佢係一個牙套逼到逼到你正常嘅位置咧，就需要時間好長。需要咧你要好自律啦，每日都要戴足22個小時左右。呢個如果你戴時間唔夠嘅話咧，就驚佢冇咩效果，因為咧關鍵係一個戴呢個隱形牙套咧，一個係要咬緊，咪又要貼合，一個咧就係要戴足時間。具體嘅邊種啱你，要睇你牙齒實際情況，冇一種方案係最好，只要最適合你嘅。如果你諗住要我幫你分析下，可以約個時間過嚟，我睇完你個牙齒再俾個好嘅建議俾到你。多謝大家。